你要上公车的时候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要系安全带。在外面等公车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把手折起来。你觉得骑摩托车最重要的要戴什么？安全帽。公车上可不可以站起来？开车最重要的是什么？看到红灯要怎么样？停下来。什么灯才能走？绿灯。那小朋友借由互动游戏的一个学习的部分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体验。那如果说小朋友可以从小就能够学习到交通安全以及教育的一个部分的话，他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给他的爸爸妈妈。大概是有几个特色。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的一个机车 VR 的一个部分，我们新增一个车祸的一个体验。另外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在体验机车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可以有一些积分的课程，告诉我们哪些骑机车这些是属于违规的行为。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交通安全观念非常重要，为要从小落实小朋友的正确观念，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升级了原有的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提供小朋友一个好玩又能学习的场域。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从一般的交通号志辨别到 T-Bike 模拟、机车 VR 模拟及新升级的公车驾驶模拟，让小朋友及参观家长可以实地了解到内轮差及视线死角等驾驶该注意的地方。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目前是不接受散客的哦。那要怎么预约参观这个好玩的地方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交通局长王明德。大台南的交通教育主题馆升级了，那我们这次利用疫情暂停开放的期间，特别针对2楼的交通安全探索区里面的一些设备来升级，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机车驾驶体验已经可以帮你做评分，然后我们的这个公车驾驶的模拟呢，跟驾驶的情境结合在一起。另外是我们的 T-Bike 的可以多人连线来做竞赛。那我们也增加了交通标志的这个记忆的图卡的测验。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3楼的儿童驾驶体验区，这次我们利用疫情的期间，特别配合市府的阳光电城的这个政策呢，我们加装了太阳能的这个屋顶的设备。我们特地也升级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驾驶模拟的这个情境，包含了我们模拟的平交道啦，或者是上下坡，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隧道等等。那希望在驾驶体验区里面，让小朋友可以更拟真的来驾驶实际的道路的环境。那我们是星期1到星期4上下午各有1场。那在每个月的1号开放下一个月的预约，完全是免费的来参观。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揪大家一起来，15人以上的团体就可以预约体验我们这个刚升级完成的儿童安全的教育的相关的设施。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6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根据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公布，2019年水污染违规4大企业当中，位伫永康的大成长城公司特别点名。不过，议员林议员非常不满的是，10月冬来地方深受臭味、较倒排废水的污染。环保局却无依照相关的法规严厉处分。就伊的了解，类似这款重大污染的状况，若是其他的工厂早就被要求停工，但是这间企业却是老神在在，伊认为环保局涉嫌包庇。根据了解，大成当社伫永康经营制作饲料已经10几档，敢若恶臭伫今年10月就已经有42件订正案。议员林议员进一步表示，工厂附近草瓦甲河川，就因为长期偷排废水所造成污染，严厉批评水污染防治法根本是消失的财法，不得不质疑环保局包庇护航，要求该停工的停工。相关的这个同仁回去好好的处理，不要让市民觉得是不是你们特别在包庇哪一个工厂。我要郑重跟议员报告，市政府也好，环保局也好，不需要去
包庇任何。我知道你们不需要，你们口中说不需要，到底需不需要市民会公平啊？市民会公断？那也不会像说开下去就是不需要，用合法也不会嘛。没有开下去的话，大家就觉得你不需要，但你就是手上这个部分看我们起来就长检视它的这样。构成要件，来做适当的处理。好，谢谢。希望这张图不是真的，希望不要再有这种偷排会废水、视若无睹的状况。我们要真正做到保护乡土，义无反顾。何谓情节重大？什么样的条件下？好，那所以如果就可以命令停工，就可以。何谓必要时就可以命令停工，何谓情节重大的话就可以怎么样？所以市长是认为说真正重大就要歇业，对不对？会中议员嘛表示，环保局提供予伊的采花记录有刁工散毒、污染嫌疑，也无为什么当地影控人长期拢知影排放臭味甲头排废水的污染源就是工厂，多到环保局前拢客早就是拢查无，要求行影控清洁的环境。今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一直推广族群主流化政策的议员古木哈少，为了向教育部争取将族语列为各国中必修的课程，除了伫个日前甲侪团体上北顶前以外，伫个总集选嘛向市长请命，希望市长透过立委以及参加行政议会机会，积极替因发声。议员古木哈少上午总集选头把族语必修的头巾无奈表示，因为过去政府对族语压迫，予侪原住民家庭失去语言的传承，加上社会偏见族群的优势，甚至是升学主义，和这款的历史伤害需要积极来补救。所以，增加侪团体共同到教育部顶前，要求来抢救族语成为各国中必修课程，嘛希望市长表态支持。在升学主义之下，大家关心的是这一堂课挤进来之后，会排挤到其他的课程，更多的是这样。我不否认，有一群人还是对于本土语言有偏见，觉得它是不入流的，觉得它不应该成为国家语言。第一个部分，我们既然是中央的法令，我们会跟市级的各位立法委员联系，即便他不是原住民委员，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全国的事情，大家都可以表示意见。所以我们希望说，台南市级的立法委员也都能够对于这个事情来表示他的态度跟要求中央来做。这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在行政院院会，虽然因为现在在议会期间我没有办法出席行政院院会，但是我们会请我们列席行政院会的代表来跟行政院会提出我们的诉求不管是书面的或是口头的，我们都会希望说跟院会提出这个诉求。议员感受袂当讲、袂晓讲家己母语的悲哀，嘛是为族语生存不得不上街头的理由。希望透过总集选唤醒更较侪人支持因，会当认识家己文化行动。顺利伫110年，教育部将族语列为各国中的必修课程。今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了争取溪北的建设，避免管区合并以后被边缘化，议员赵坤元伫个总集选一检讨相关的计划，互伊相当感慨是，虽然伊争取真侪建设，毋过只有新营的公三大型工程将要施工。另外，针对专门运动馆，伊嘛具体建议设伫中性野区。议员赵坤元表示，伊对担任县议员到大，总算争取到一个公三共用公园，以700万发包，最近就将施工，加上公20公园的开辟，嘛开卖7000万建设好消息。伊相当感慨表示，终于看见溪北建设。当然，最近各县市都咧争取专门运动馆，希望呼吁保留公园唔通毁掉。建议以中性野区甲客运转运站两个地点向中央提报。对此，教育局表示一定会好好评估，争取到上要紧。长盛营区，这我建议啦长盛营区迄个所在，咱本地来规划，来做第一个重划，就是要规划太子径去交你，咱要来带动迄较周边来做一个发展，较来重划迄个长盛营区。遐一个点。第二就是客运转运站，货柜转运站，即摆伫关键的时阵，我推动变落去
做一个客运转运站，现在已经要完工。我相信咱市府的土地嘛分袂少伫啊，是毋是？迄拢会当互咱思考的，袂搁去迫害旧有的，袂去迫害旧有的。哦，尤其哦，公园，哦，树仔拢遐长，你来做一个硬体，是毋是树仔就搁错了了？伊有条件啦，迄顶头吼，伊迄个。在审的时吼，伊个条件，咱尽量送迄个吼符合条件，啊无到时咱无符合条件去到遐度。对啊，啊这你较专业，这恁就爱去做工嘛。是。哦，安尼咁好。诶。哦，这是对于提拔来讲啦，对于黄市长来讲，有一个帮助啦。为了议员嘛进一步关心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兴建的进度，另外就是大塘具体的转型自行车道，将以新野糖厂作为中心的建设。赶快弄好地方相当期待。但系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109年全民运动会，台南市代表队总共得到17金、21银、18铜牌好成绩。台南市政府为了加冕选手、教练甲代表队的成员，15号暗时特别举办庆功餐会，并且颁发奖金，予20个单项委员会以及得奖的选手。台南市代表队参加今年的全民运动会，总共拿下17金、21银、18铜，并且得到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台南市政府甲体育总会15号暗时伫个社都成旅，为选手、教练甲代表队的成员举办庆功宴会，包括市长黄伟哲、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甲教育局长拢亲自到场。为了选手的辛劳，谢谢各位的辛苦的付出。今天我拢是奉恁的福气，恁请安尼就对了。因为各位的辛苦卓越的表现，能够让台南市民以各位为荣，让台湾以各位为荣，这点要特别谢谢。咱的市长哦，咱讲事实的，比20年遐市长哦较重视着咱的体育，这点咱是袂当甲否认的，因为过到3天后。3天后，咱台南市是要办全国运动会，这就是由此可见，咱的市长对咱的体育的重视。所以讲，咱体育界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团结，用咱一定要挺着咱的重视咱体育的黄伟洲市长，好不好？好，感谢啊！现场并且颁发奖励金，予20个单项委员会甲得奖的选手，总共发出将近600万的奖金。鼓励选手会用精益求精，再创好的佳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由交通部观光局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主办的2020昆新龙平安夜祭，伫南昆新大天府广场举行。交通部长林佳龙特别南下主持开幕式，现场吸引不少民众排队领取平安夜福袋，祈求尽紧脱离疫情。2020昆新龙平安夜祭14号上午对正下卡的盐田进行请盐。经过南昆新大天府的法师团的祈福，完成贴平安盐，整个仪式庄严隆重。云嘉南滨海地区一年一度重要的观光活动，结合宗教信仰加盐业文化的昆新王平安夜祭，今年已经迈入第17档。开幕式除了邀请9天民俗技艺团的表演，包括交通部长林佳龙嘛特别南下出席。活动会用讲一档比一档更加盛大。咱的第17年啊，无简单，
这嘛是咱云嘉南啊，咱的国家风景区设立，尤其是咱的管理处已经连续17年来推动这个活动，真有意义，就是结合咱的盐业文化跟咱的王爷信仰，这2个加起来啊，我相信会对于我们在地的不管是观光经济跟就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今年的昆新王平安宴节以将关有利的反复潜水药钵为意向，邀请贵宾使用导药的道具，象征祈求身体健康，接续开放民众来领取平安宴甲平安福袋，希望会用赶紧脱离疫情的困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华德里正德公园以猫头鹰幸福森林作为主题进行环境改造，得到全国节优。特别举办社区成果发表会、甲故事绘本新册签名会，吸引不少大小朋友前拢参加。台南市北区华德里因为拥有6座的公园，华德社区发展协会去年以厚德公园猫头鹰的迷宫为发想，搭配波比的台语发音，设计出猫头鹰波比作为华德里的吉祥物。14号上午，并且举办猫头鹰的婚礼，办理社区的成果发表会，包括议员陈怡珍、甲北区的区长李凤兴，拢到场出席。我创造我们6块公园，是去年在108年，也是猫头鹰吉祥物，那边就是那个有力样的那个迷宫，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艺廊就是3代同堂可以走的，一个迷宫很好。那延续下来，今天我们就是说延续他们那个吉祥物在我们这个社区在保佑我们。那我们的社区都平平安安。在今年其实公园也得到考评的第1名哈。那过去有这个猫头鹰迷样迷宫，那现在呢进一步的社区营造呢，那他的小朋友现在猫头鹰要结婚了，所以是非常有趣。那也借由这样子，然后今天还有这个幸福波比的新书发表，也是让大家可以走访所谓的华德社区里面有什么好玩，有什么公园，有什么我们的庙宇都在里面哈。所以我想里长非常的用心，那结合相关的单位，那也期待说让大家能够认识华德社区，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社区走一走。透过今仔的活动，咱嘛要互咱在地也好，咱所有咱周边的里长拢有来到现场来了解到讲咱华德里，咱经过咱里长还有咱在地志工斗3工整顿了咱的公园即摆已经非常的优美，环境嘛非常的之好，上个主要就是要造互咱在地咱这好朋友有一个真好的大的环境啦。现场除了社区发展协会成果发表，另外嘛开放小朋友换上各国的结婚服装，展现幸福的气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华职棒统一狮今年拿下第10座总冠军，而且佫是为2013年以后隔了7档才佫拿到总冠军。球队特别举办冠军封王游行活动，分别前往安平开大天后宫还原以及台南美术馆甲民众互动。包括西队的总冠军的教练团选手莱恩、甲 Unigirl 以及鱼头军、丁仁娥。做伙坐伫台南市的商店观光巴士，对体育场出发。第一站来到安平开大天后宫，沿路有人放炮啊，热烈来欢迎。离安平开大天后宫的庙埕，更加客满游客甲统一狮的球迷热情来欢迎。球队总经理甲教练团的带领，所有的球员先伫庙前甲庙方人员来翕相留念，随后进入庙内来参拜。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来到我们天后国法院，因为今天我们为台南拿下这总冠军了。统一狮表示，因为今日车伫咧开赛进前，就到安平开大天后宫来参拜。即届摕到总冠军，第一件代志就是来庆愿，
并且感谢庙方对球队的支持。社沙球队嘛继续前往台南美术馆的旅馆甲棒球场举办感谢球迷见面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际知名的 BNI 商会是商业引进平台之一。虽然全世界因为疫情冲击，经济大大受到影响，不过 BNI 台南中心伫台湾疫情得到控制的时阵，选择举办 INW 国际林美交流日。第一机会召开记者会，希望企业踊跃参加。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国际上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冲击。但因为台湾的政府控制了真好，所以并无上大的影响。其中知名的 BNI 商会今年也持续团结各方的力量，继续来举办因商会盛事 INW 国际人脉交流日，希望带动台南的经济会使有更较好的发展，帮助全世界这些企业人士发展彼此的生意哈。所以我想很开心，今天我们能够办这一场 INW， 就是希望我们在疫情期间一样可以发挥我们的动能，让全台湾全台南的经济可以不断的起飞，不断的发展。为了鼓励更较侪企业共同参与这个活动 ，BNI 伫市员詹培雅的协助之下，16号特别伫市议会召开记者会，会中也邀请经发局甲侪企业代表共同参与，邀请企业做伙来加入这个大家庭。除了介绍来宾的时候，我会讲，我就是今仔日会当开这记者会，我应该是媒介啦，吼，古早人叫做媒人啦，吼。我想说，因为我们台南市哈，我今天看到说介绍来宾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哈，老中青都有哈，也是我们局长，这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所有的好朋友都在里，就是拢台南市一寡企业啦，好一寡企业吼。我想这team的组合最主要是串联，是要想让我们台南市的经济更好，所以串联在一起。未来在 BNI 也好，或者是在 INW 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我想经发局都会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我们希望透过产官学的平台，希望能够透过各位企业主的需求大家能够为各位量身打造未来在整个企业发展上是否能够协助。国际人脉交流日的活动当中 ，BNI 也邀请到云南观光饭店集团的盛智仁总经理，分享伊是安怎度过这届疫情的考验。全球疫情受到最大的影响，观光业的饭店业其实是首当其冲。很多公司的关闭，然后也很多人被放无薪假。但这次呢，云朗集团呢一开始就坚持不裁员、不减薪，也不放无薪假。究竟云朗集团呢，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好奇。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云朗观光集团的总经理盛智仁先生来与我们分享云朗集团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这届国际人脉交流日将要伫12月4号南方购物中心的雅悦会馆登场，到时阵将会有将近600名的人士参加，包括各行各业的代表甲各方面的精英人士。同时也有无共产业分类的商店区，要互参与的单位拢会使把握这届的机会来做交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温度22度到26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